观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講學吧》。我和昆農民族啊來到中華，你一定知道，我們又要來一邊學做料理，一邊學客家話。可是呢，你先來看一下，你看我們今天準備這麼多按澎湃嘅料，到底要來做乜嘅嘞？就要來做一個烏味米粉湯。我們要先來準備的當然就是我們的主角烏味，還有這個米粉，它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新的詞，你們要記起來哦。芋頭的客家話就是叫做烏味，烏味。米粉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米粉，米粉其實跟國語也是很像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們就把我們的米粉下去燙一下下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要主要處理的是它的配料部分，再放一點點香菇下去。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乾的香菇，香氣又特別濃厚。米粉放到這個湯頭裡面。現在呢，鬼給你做好，非常的香噴噴嘞。不過這時候呢，我們先來學一句客家話，就是芋頭米粉湯，味道香濃。客家話就是烏味米粉湯，米絲香油嫩。到底我的芋頭米粉湯有沒有過關呢？今天來請試吃員幫我們品嘗看看。好吃，好吃。那我可不可以教你講一整句的客家話？好。這個芋頭米粉湯味道香濃，客家話講法就是烏味米粉湯，米絲香油嫩。哎，不錯哦。這整碗都你獨享。哇！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學校這道新的菜色。其實呢，芋頭啊，在我故鄉苗栗的公館呢，或者是銅鑼的中平村這一帶呢，非常非常的有名，種出來的品質也是1等1的。當然了，我們學到新的菜色，也要複習新的客家詞嘍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芋頭，烏味，烏味。第二個呢，我們來學到就是米粉，米粉，米粉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這句話就是芋頭米粉湯，味道香濃。烏味米粉湯，米絲香油嫩。烏味米粉湯，米絲香油嫩。當然了，這個芋頭跟米粉呢，其實它們真的是絕配。下一次自己做做看的時候，別忘了也要複習一下你學到的新的詞嘍。好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